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嚟番禺嘅蘭圃18涌食返個飯，大家可以睇到喺飯點嘅時間，呢度真係非常之多人。呢邊嘅點餸呢，菜牌同埋海鮮都喺一個區域呢度展示咗出嚟，大家可以喺度先落單，睇到自己中意食咩嘅呢，就點咩啦。點咗個茅根竹蔗水，清清淡淡潤下個喉，幾好。鐵板大腸上嚟之後呢，已經唔係好熱啦，下邊又冇加熱嘅裝置，大腸處理得呢都唔夠乾淨，有少少腥臭味。呢個菜好麻麻地。炒米粉都算有啲乾身，不過呢個鑊唔知係咪冇洗乾淨，啲米粉食起身有些少其他餸嘅異味，一般。螺肉呢唔係成件原裝上嘅，係切好一嚿嚿上嚟嘅。明顯可以食得出唔係新鮮嘅螺肉，而係啲凍品，有非常之重嘅凍品嘅味道，呢個唔推薦。薑蔥炒蟹，味道調得仲 OK，不過蟹嘅個頭唔算非常之大，食起身中規中矩啦。魚腸煎蛋，蛋呢係屬於厚煎嗰種嘅，呢個非常之好食，值得推薦。燒鵝。鵝皮呢唔算非常之脆身，鵝肉食起身呢有些少柴，唔夠鮮嫩多汁，整體嚟講食起身中規中矩。18涌屬於平價大排檔，出品麻麻地，味道唔算非常之好，大家附近嘅可以過嚟試下嘅，推薦指數2粒星，係咁先啦。